落羽松随季节转黄变红，林间水面倒影，充满诗意的画面，令人流连忘返。台南六甲区有着全国最大面积的落羽松林区，不少游客把握落羽松季结束前，专程规划来台南旅游，就是为了一睹这梦幻美景。六甲落羽松赞不赞？六甲遮的落羽松，遮的风景安怎？哦，有够赞！阮来这翕相嘛翕足多。啊，恁倒位来的？阮台中市大甲区，很漂亮，你的公主呢，这少年。六甲落羽松林区原本只是个地区秘境，经市府这些年的推广，以及各种可爱造型的装置艺术搭配展出后，目前已成为台湾热门景点之一。六甲落羽松本来从那个咱的是一个秘境啦，经过这5、6年黄伟哲市长大力的支持下，现在已经变成是全国的观光景点啦。六甲的落羽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国热门景点？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啦。第一，咱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啦，美国最大，总共有2.24公顷，有11区，将近3000棵的落羽松啦。我们每一区的一个落羽松，它所构成的一个风貌都不一样了然后第二，我们还加了一些我们的一个环保局借的一些那种纸浆做的环保的我们之前有北极熊啊，还有那个绿野仙踪之类的一个动物啦有一个童趣，充满童趣让来这里落羽松的观看的小朋友也有那个童趣之乐啦。除了各种地方特色的装置艺术，春节期间在南营绿都新展出的女娲娘娘，为了今年的落羽松季，女神特别降临了六甲区。右后方那边有一个女娲娘娘啦这个也是我们公务局他在那个春节期间做一个展览本来在我们南营绿都新来展览然后它期满的我们借来我们的落羽松然后女神降临落羽松然后来这里，让我们的一个来这里的游客一切平安啦。看到外地游客到访，区长陈启荣也特别送给大家六甲落羽松的明信片，让游客把这国家级的美景带回家。陈启荣表示，为了女神降临，公所目前研议将2025六甲落羽松季延长到3月9号，欢迎民众把握最后展期来欣赏六甲之美。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